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摆伫后日拜三要落审。这边讲，头家人甲新劳对基本工资的看法绝对是相对立的。头家这边是建议冻起，劳工是希望调起5%，学者是希望调起3%。劳工团体再去到劳动部去发话，讲以台湾现部物价水准来计算，就算基本工资调起5%。劳工的负担也是真沉重。头家这边我哪有考证，讲台湾有90%以上拢是中小企业，若是起超过5%，一寡小公司恐惊拢爱收大关门咯。调升基本工资，调升基本工资，改善劳工底薪，改善劳工底薪。劳工团体野鸡大声话，希望14拜三要定案的基本工资审议至少爱调起5%，因为以即卖物价来算，只有调起5%，劳工的负担同款沉重。民国107年的这个劳动抚养比的话，那今年的一个基本工资的月薪其实是可以调到29000元的，然后时薪的部分是可以调到167。竞争力比较大的行业，譬如工具机，譬如说是微型企业，那可能会造成歇业或者停业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是认为失业劳工会增加。目前基本工资23001，学者支持起3%，就是23800，加700；劳团坚持起5%，加增加1155块。资方认为应该冻起，基本时薪学者认为应该对即卖150变成155，劳方是认为至少157。资方也是害头，即卖起千万不可。推出学者的提案有可能出线。劳动部表示，一切等拜三会议才会定案，但是坚持本国甲外籍劳工的基本工资是公平共款。